美式的大卖场好事多最近这段时间食品安全一直出问题。最近，有消费者买鸭肉装的蛤蟆，拍开包装，发现内底有爆过的熏头。好事多回应讲，这应该是单一的事件，会阁加强人员的训练。台北市卫生局嘛已经甲好事多列入加强稽查的名单。 拍开这颗蛤蟆，想要到一块白色的熏头，就浸伫包装鸭肉内底，熏洗也全部浸水。消费者强调讲，厝内无食薰的人，也毋过当着这个情形，互伊感觉是正太过。对这件代志，美食卖场回应讲，工作区域是低温禁止食薰的环境，目前也无接到类似的案例，判断讲这摆应该是单一事件。 会加强工会厂商作业人员的训练。嘉先呢，他们是委托嘉义的一家叫做兴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帮他们做原料的采购跟分装加工。嘉义县卫生局针对这个兴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做查查，我们会将他们列为加强稽核的对象。针对蛤蟆出现熏头的问题，已经邀请地方卫生局派人去调查，若是违反食品卫生规范，将会限期改善。若无会当罚新台票6万以上2亿以下。因为我买过很多次都没有，所以有人反映，他们自己就会做修正啊。治安的问题啊，会影响人身体健康啊，当然会有影响。但是厂商也好，或是业者也好，都应该要注意品管。 严格另外，也有民众伫这间美式卖场买一包无骨的煎鸡肉，结果发现部分的煎鸡肉竟然已经生菇出现黑色的斑点。严格明明期限是到明年9月初8，或伊是想袂晓。我本就提醒其他民众一定要检查好清楚。是讲连锁美式卖场小连锁出包，恐惊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心。 Hello， 我是冯薇芝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